曾经提过全运会各种金牌议员李宗诚虽然离开各种运动10档，不过今年临时征调代表台南参加女子团体赛嘛，摕下铜牌。议员表示，为了拼2023年全运会，上午朱一顺嘛以伊的经历，包括各单项运动有机会提牌分析。鼓励选手的奖金以及每个月备份奖助金来提高，予以检讨，要求市府想办法提升金牌数甲团体赛成绩。阮登记4个人的，嘛是30万分4个人分，啊，阮各阵那4个人的嘛是30万分4个人分嘛吼，啊，所以讲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提升团体赛这个成绩？因为其实训练也是相同嘛，只是讲伊是4个人落去比赛。但是伊的奖金就被削掉了。那我有听到这个选手讲，如果我们台南市这边这一次的成绩愿意提升，团体赛的成绩愿意提升，有很多金牌的选手他想要继续练习，伊要继续变后一届的金牌。啊，所以讲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市长甲局长这边针对团体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限制，比如10人以上或是几人以下，我们再去分这个标准嘛？我想我们这个奖金提升呢，金牌当然从25，真的是调到30，提到30，对。那团体的部分从8万调到13万，所以其实是整体都有给他们加嘛。那当然好还要更好了，可是我们台南很现实，就是我们人口的确是比别人少，所以我们跟自己比，至少自己我们都持续在进步，所以我们的奖牌数。我去咱台南市的成绩嘛是做好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将士优运，我们每一年都有在提升啊。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未来可以再继续帮他们争取啦？对，我们会持续的。市长刚讲说，大家都叫你辛苦啊，市长。是啦，感谢啦。好，市长。我们会持续努力。议员李宗诚进一步具体建议，培训选手应该有规划，不管是社会体育甲学校的体育，应该密切结合。而且县市合并较大，真侪体育会拢无合并，要求唔通互资源分散，集中力量来拼2023年全运会。这摆担任议会党团书记长伊嘛甲共党议员齐声要求市长任内一定要成立体育局，对此市长嘛当场签下承诺。任内啦，连任了啦，连金钟啦，请啦，任内。任内啊，恁紧张啦，有，啊无调都无法度啊，有调无调换我做啊。今仔日提起站，提起站。会后市长嘛发表声明，体育局的设立是议会、市府甲民众共同的展望，所以市府会伫行政程序努力达成，预计明年底进前成立。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